咱还未开始分享的大声，咱得再一次同心来祈祷。你要听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上帝你的恩典看顾来成做阮的帮衬，互阮所有的兄弟姊妹，拢会当伫上帝你的保守的中间来领受到大大的快乐。特别今仔日是主日，虽然无亲像伫前几礼拜有遐尼烧热的日头，但是今仔日主你互阮有雨水来经历着大大的祝福。愿恳求上帝你来成做阮的帮衬，就亲像今仔日的经文两个譬喻所甲阮讲，上帝的欢喜。就亲像今仔日的雨水共款，要大大淋到伫阮的中间。愿主你帮衬引带阮所有兄弟姊妹，会当伫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，拍开阮的心，将主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中，来成做阮的帮衬。愿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咱伫即几礼拜，咱不断通过路加福音书的经文，伫遮来分享，伫遮来勉励。真要紧的，就是伫整个普世的经课表内底，咱看见着通过路加福音书的信息，会当互咱去清楚明白悔改和赦罪的重要。伫今仔日的经文，真多谢伟明执事所带咱共读路加福音书15章第1节到第10节的这段经文内底，咱犹原看见着讲耶稣伊面对着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拗念的攻击。我想即个问题内底，咱伫马太、路加或者是讲马可遮的圣经内底，咱拢有看见。当耶稣去清棍伫社会中间，咱讲较低阶层的人，或者是讲较弱势的人的时阵，法利赛人甲经学师，因的表现，因不断拢认为讲家己是有偌好，因的心真骄傲，因认为讲因是即个社会伫整个的团体内底地位上介悬的，所以耶稣他会去甲即群人做伙。但是伫圣经的记载内底，耶稣真清楚来讲，伊来毋是要钓好人，伊来是要钓歹人来悔改。所以这个问题，我想当耶稣伊来到伫人世间，伊的使命、伊的任务、伊的目标的内容内底，咱会当真清楚去看见着耶稣伊所期待的。是要邀请众人会当来悔改、来信福音，却是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因的目的，因为因一直毋知影家己咧做啥。我要邀请咱拍开今仔日的圣经，咱来看今仔日的记载。今仔日的记载来讲起着两个譬喻，一个譬喻是卖羊的譬喻，另外一个譬喻是银失去的譬喻。我想当耶稣互一群无知的人批评的时阵，伊通过这两个譬喻，就是要来讲起着一个信仰的态度甲观念。伫这两个譬喻的中间，咱会当看见着讲耶稣这两个譬喻的最后，拢讲起着被吹转来迄个欢喜。当被吹转来迄个欢喜是建立伫失去的基础的时阵，咱就知影讲，迄款失去得到迄款的喜乐，对着上帝的疼，即款的强调是偌要紧。所以，咱首先看见着第一个譬喻，也就是路加福音书15章第1节到第7节的这段经文内底，耶稣用羊来做譬喻的主角。对犹太人来讲，羊是日常生活中间真要紧的财产，嘛是生活的一部分。因为诗篇的内容不断拢有提起着羊，
和牧者的关系。特别咱若咧看诗篇，羊会拄着豺狼野兽，羊会迷路失失。但是伫整个的诗篇内底，咱咧看诗篇23篇的记载，互大家印象上介深。因为当羊拄着困难的时阵，牧者会用伊的腿、伊的管来正做保护甲引带。所以咱会当看见着讲，当牧者用腿、用管来正做保护引带的时阵，代表羊会惊袂失，代表羊会拄着危险。所以做一个牧者，如果照耶稣的教导，牧者爱为着羊来牺牲性命，因为爱保护伊的羊群，也就是保护伊的财产。总是咱换一个角度来看今仔日的经文的时阵，既然要付出性命，一个拥有100只羊的牧者，既然会当为着一只羊的迷失，来放下其他99只羊。我想这个问题，若徛伫咱现在大家对着经济或者是数字真敏感的兄弟，就会感觉这个譬如真无合理。为着一只羊来放下其他99只羊。同款的问题，伫第8节到第10节，这个云失去的这个譬如，这个负责人为着找迄一角云，找到了后，既然安尼欢喜甲招所有的朋友亲人来聚集，伫遮来庆祝。伫即两个譬如，咱安尼来对照来看的时阵，对着咱来讲，感觉太有遮尔趣味的代志。咱看见着耶稣通过即两个譬如，伊来强调悔改了后的欢喜。我想，如果通过伫整个希腊文来看这段圣经的时阵，咱的牧师伫遐真近啊，因为希腊文看无，所以就爱现做者字典都要看。看到尾啊，发现到一个真要紧的代志，就是今仔日这两段经文，这两个譬如内底，耶稣的迄个欢喜，是要来甲咱强调，这个欢喜是大家做伙欢喜的信息，毋是找到的欢喜，是找到了后，迄个欢喜是邀请大家做伙来欢喜。透过这个譬如来引带一个信息出来，就是罪人的悔改是有价值。所以，当伫希腊文的圣经内底来甲咱讲起着邀请大家做伙来欢喜的时阵，意思就是讲，当一个人的悔改有价值来领受着上帝的赦免的时，这就是咧回应上帝对咱的怜悯。因为上帝来接纳咱，所以进一步来讲，上帝的喜乐上大的原因就是人的悔改。伫路加福音书真要紧，就是来讲明人的心意爱回转，愿意悔改的人才通配得上帝的赦免。伫今仔日个经文内底，我想咱倒来到伫路加福音书一个真重点的信息，也就是悔改。我想若近摆咧讲路加福音书，咱一定拢爱倒来到伫23章的34节。当耶稣被钉伫十字架的时阵，耶稣伫十字架顶来为着侪人祈祷，伊祈祷讲。主啊，请赦免因，因为因毋知影家己的所做。所以伫这个中间，咱看见着讲，耶稣为着咱来祈祷，望上帝会当来赦免咱的时阵，若是安尼，对着咱人来讲，咱爱用悔改来回应上帝的赦免。伫路加福音书有一个譬如。有一个故事，
是所有的福音书拢无记载，却是大家上界爱听的一个故事，就是撒该的故事。咱看见着撒该的身份，嘛是一个抽象。但是撒该伫树仔顶看见着耶稣的时阵，伊马上就来，因为耶稣甲伊讲：今仔日救恩临到伫你的家，我要去到伫你的家庭来甲你做伙食饭。咱看见着撒该马上来回应上帝，伫遐伊将财产的一半分互送向人。然后，若有互伊欺骗过，伊要还4倍。所以，咱会通伫即个中间内底看见着讲，整个的路加福音书咧，甲咱强调悔改的价值，就是要来回应上帝的救恩。所以，通过伫今仔日的即个譬喻内底，帮助咱爱去思考一个真严肃的问题，就是咱爱面对咱家己的罪。咱爱面对咱家己的罪，什么是咱家己的罪？也就是破坏咱甲上帝的关系，是疼家己较大过疼上帝，这就是罪。路加福音书的记载中间，为什么抽象的人遐尼个人化？因为伫整个的社会结构出现问题。有权力的人无在调正确使用伊的权力，来造成有需要的人得袂到帮助甲资源。所以亚撒该的譬喻内底，咱会当看见到这个故事真清楚来甲咱讲，耶稣的来到是要来敲找和拯救迷失的人。所以，通过即款的经文的脉络内底，咱会当真知影讲，悔改是耶稣传福音的内容。因为一个罪人的悔改，会当互上帝的天使有欢喜。我想通过伫今仔日的圣经节，咱扭转来到家己的生活内底，咱会当来做一个思考。因为有当时读圣经。若甲圣经的话变过来思考的时阵，拢会得到真侪足趣味的代志。既然伫今仔日的圣经，咱看见着，悔改会当搁较欢喜。那安尼既然遮欢喜，可见悔改是真有挑战性。所以有一句话安尼讲江山易改，然后咧，本性难移。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当来伫信用解说罪的问题是解在伫性命，性命的问题需要用信用来去克服甲解决。只不过罪要得到赦免，代表讲人是得到医治。人的无知，互家己无智慧，结果活伫罪恶的内底。慢慢的忽略上帝赦免的恩典。面对着悔改这个信息，咱要真严肃去思考甲面对，因为即马有愈来愈多的教会，包括伫讲台顶的牧者所传讲的信息，已经刻意来忽略悔改所爱付出的代价。甚至为教会也渐渐来讲起着，毋免用悔改，就会当领受着上帝赐福这款假福音。所以真侪时阵，咱面对着悔改这个动作，转来到伫生命信仰的时阵，咱拢真青疏。最近牧师咧看一个报道家的册，这个报道家叫做陶树。陶树这个报道家，伊有一句话，会当来甲大家做伙来分享。伊讲，伫这个时代内底，真侪遮迷失的人，一直咧拖延得救的日子。伫这个时代内底，真侪遮迷失的人，一直咧拖得救的日子。
因为因拢想讲还阁有时间。但是其实伫因要会当成做基督徒的可能性内底，是一日比一日更较减少。这是虾米款的道理？就是因为伫即款人的生命发生的改变，是互伊的心愈来愈硬，互伊愈来愈学得悔改。那讲我较白话意思，就是侪人拢掠做讲，我还阁有时间，时间若到，我才悔改就好。但是咱拢一直忽略，当日子一天一天咧减少的时阵，咱受到社会世俗的影响，互咱的心愈来愈硬，至到也互咱愈来愈学得悔改。我想头数的即句话，对着咱所有兄弟姊妹来讲是真大的提醒，因为咱侪时阵拢掠做，我还阁有时间，等时间若到，当我退休，当我伫啥物款的时间点内底，我才来悔改来信上帝。我想伫即款的问题，当来到伫咱的日常生活内底，无论是外在的结果，或者是内部的因素，拢不断咧甲咱提醒，现代人是愈来愈学得悔改。伫即个世代，咱看见着愈来愈侪人的迷失，至到互基督福音愈来愈无力。咱做一个基督徒，咱要足清楚知影讲，咱袂使去逃避世俗价值观对咱的影响。我想伫圣经内底也好，还是伫现在的教会内底，咱毋是反对人袂使趁钱，咱毋是反对发大财，但是若假使讲当发大财要趁钱即款的代志，伫咱的信仰的生命内底来产生冲突的时阵，那安尼咱甲上帝放伫你人生中间的第几位？我想咱倒来到伫信仰的内底，咱做伙来去思考，咱将上帝来放伫第几位？伫教会，我所指的教会是指所有的教会。侪人会当因为要发大财，开始渐渐减少来教会的时间，渐渐就习惯主日无来教会，甚至也渐渐就离开教会。这款的人的心愈来愈硬，但是咱毋是讲工作毋对，但是咱是看见着因为工作来离开教会，至到对真理的认捌甲信仰的思疑，全部无伫伊的生命的范围。所取代的只不过是劳苦甲忧愁，所取代的会当听见着伊昏天怨地、世界抱怨。这款的人是愈来愈多，但是教会爱伫这个时代的中间，继续超找和拯救迷失的人，互愿意悔改的人会当来得到上帝的赦免。伫早前，特别伫中部，有一个宣教师，伊叫做梅干武。梅干武牧师，伊是比马偕牧师更较晚来到伫台湾的一位宣教师。这个宣教师真趣味，伊若要讲道，或者是要伫报道的时阵，伊拢会拍落，
然后大声喊话讲：上帝的囝无去啊！这是一个足趣味的代志。一个外国人要讲道的时阵，伊就拍锣讲鼓，大声喊话讲：上帝的囝无去啊！结果侪人也因为安尼拢滚话过来想讲：到底什么叫做上帝的囝无去？然后就伫即中间来到梅甘姆牧师的边仔，伫遐听伊讲道，听伊分享。到后来有人来访问梅甘姆牧师，来甲伊问讲：伫你宣教布道的时阵，为什么你会讲上帝的囝无去啊？梅甘姆牧师讲：其实上帝的囝无去，意思就是上帝咧找人啊！上帝咧找人，上帝咧找咱，上帝咧找你的时，就是要表明这个上帝是疼人的上帝。这个上帝甲咱的关系是那亲像爸囝的关系。所以，当来到今仔日两个譬喻的中间，咱看见着讲，当咱是羊的时阵，耶稣是咱的牧者；当咱是迄个疾苦的时阵，迄个妇人人是咱的拥有者。所以，各位兄弟姊妹，当上帝在找人，上帝在找的时阵，就是互咱会当被找回来。然后，转来到伫上帝的面前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所以，等下要邀请咱做伙来吟圣诗608首。那如果你手头有圣诗的兄弟，我请你掀开圣诗608首。这首圣诗大家真熟，但是这个歌词内底第一节嘛，甲咱讲：奇妙恩典。河顶甘甜，救我脱离罪坑，情我失迷，打得回归，失明打得看见。咱看见着情失迷，打得回归。那用华语来讲，叫做失而复得。这两个譬喻，就是咧甲咱讲，上帝的疼，就亲像奇妙的恩典，河顶甘甜。我想，当咱要准备进入到第四季，也就是10月份到第12月份的时阵，牧师要邀请咱倒转来到伫信仰的中间来提醒。一年对正月到伫9月份，大家安尼持守伫信仰，难免有软弱的时阵，但是咱唔通袂记住，上帝一直咧找咱，上帝一直咧邀请咱，转来到伫伊的怀抱中间来领受恩典，因为上帝要互咱来去经历奇妙的恩典，来成做咱的见证。愿主来祝福，也恳求上帝来引带，互咱所有兄弟姊妹会当伫圣神的感动中间。互咱有悔改，做伙来领受上帝的恩典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天阮的主，愿感谢你，因为阮知奇妙恩典河顶甘甜。当阮伫这个世代来将悔改看轻的时阵，阮需要伫主你的面头前来认罪悔改。互阮的心会当柔软，会当互福音的种子临到伫阮的心田内底，互阮会当因为圣神的感动，来转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恳求主帮助扶持阮，互阮有勇气来悔改，嘛互阮有勇气来领受上帝你的祝福，愿主你也拍开阮的心，将主你互阮的恩典甲疼痛，早出来到伫阮的生命的中间，成做阮的帮助，互阮会当伫人生时时刻刻内底，互主欢喜，嘛通得到上帝你的保守。愿安尼祈祷，
是奉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